色列啦，着仰望上主，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，伊有救赎的大权能。咱三甲来吟诗学了上帝，圣诗72首，圣诗72首，学了全能的主上帝。请起立。咱三甲同心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，伫清早天开目睭，看到你的所做，呼吸到新鲜的空气，看到温暖的日光，阮就感谢你留阮的活命，佮赐予阮有5万的一天。阮嘛要感谢你，互阮有特别的福分。通正做你的囝儿，有勇敢的身躯，甲刻薄的心神，来到圣殿敬拜你。总是阮伫生活中，却常常辜负你的名，无照你的教示去做，常常去做你无爱阮去做的歹，你爱阮去做的行会好，阮偏偏无要去行。时常掠家己的意思做主，用家己的角度去看去做，阮这度嘛无要看别人的好，阮若彼此无相疼痛，反倒当彼此伫相拼。
主愿恳求你，搁一摆赦免阮的罪，互阮学习会当掠你的心来做心，凡事看无家己的利益，甘愿背十字架来跟对你。阮的肢体有身体欠安，住院医手术病痛的，恳求你帮助医治，通过医护人员适当的处理，甲厝邻的人会照顾，互因会当真紧来获得健康，也帮助阮的工作也是生活有拄着困难的人，会当真紧来拄着好势的处理。阮有人死失会恳求你安慰，恳求你帮助，特别今仔日帮助主任牧师、蔡牧师，互伊用你的道理甲教导通过伊的嘴签名出来，互阮会当来真紧来明白，使阮的祈祷无够野。这个时阵，我要用恁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。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，你的人生伫天。阮的日时给咱互阮，赦免阮的过误，亲像阮赦免过误的人。我对带阮的日时，要对阮特别平安，因国权力荣光统是所，代代不尽。阿门。咱三甲来交托，启应文第21篇，就是诗篇第100篇，记载伫圣诗后面32页。启应文21篇，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唱歌来到伊的面前。咱是伊创造的，咱是伊的百姓，着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着感谢伊学了伊的名，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息到万世代。咱过来念圣诗149首 A。149首 A， 美妙主耶稣，请起立。阿
唱团要用诗歌带咱来俄罗主，因所要吟的诗是求主赏赐平安。血声甲快乐心，拢献伫上帝面前。咱三个来共读圣经，圣经记载伫三个所在。第一位是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5节，是现代中文译本是267页，台语汉语本是197页。很好，我要用台语汉语版来读。无惊见笑的事，无求家己的利益，无快受气，无记得别人的歹。第二个所在是马可福音第8章第34节，8章34节，现代中文译本70页，台语汉语版是49页。就叫证人甲伊的学生来，甲因讲：若有人爱缀我，就着看无家己。拿伊的十字架来对我。第三个所在记载伫腓立比前书第2章第5节到11节。腓立比前书第2章第5节到11节。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最深，伊本有上帝的形状，无掠甲上帝平等。做所着接受的，反倒摒空家己，取奴仆的形状，成做人的样式。已经有亲像人的款式，就屈给家己，顺服到伫死，甚至死伫十字架。
所以上帝高升伊极权，想使伊迄个名搬过伫万名的顶面的，互见若伫天、伫地、甲伫地下的，伫耶稣的名，无一个骹头有毋跪拜，无一个喙毋称呼耶稣基督做主，来归荣光天父上帝。圣经以上，下面的信息，咱要请本堂的主牧师、蔡牧师，伊所要传讲的信息是爱的真谛系列特别，听是无求家己的利益。姊妹大家平安。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听是无求家己的利益，要领受上帝话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搁一遍透过敬拜，互阮亲近你。主，阮即时要静静听候你的话。求主你搁一遍用你的话来清气阮、激励阮、调整阮，互阮哪来哪合你的心意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今日要来看，恁爱是无求家己的利益。咱来看这个无求家己的利益，伊的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直接翻译，就是讲无追求自我。啥物叫做无追求自我？无追求自我，就是讲无用家己做中心，会徛伫别人的立场来想。所以如果你若看现代中文译本，伊是翻译做听是无自私。所以咱今日就是要透过所读的三段经文，咱做伙来对抗咱人生中间的一个软弱，就是自私。咱俗语讲人无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意思是讲人无可能无自私啦，因为咱拢真自私嘛。伫人生顶面来看，确实是安尼啦。因为咱人拢会用自我做中心，常常用家己的观点、用家己的需要来看代志、做决定。举一个来讲，就是讲咱若咧看这团体的相片的时阵，咱通常拢会先找咱家己嘛。若感觉讲即张咱翕了，咱家己翕了足水毋管别人有水无水，拢讲即张相片足水若万一拄仔咧喙开开的时阵，叫人翕着，咱讲这点影师无专门翕了即张相片遐歹其实其他人拢可能翕了真水，你遐歹，你会感觉讲即张相片无水因为咱人拢是用家己做观点、家己的需要做开始。这是咱的人性佫表现伫倒？咱基督徒嘛是安尼啊，咱表现伫咱的祈祷顶面咱常常拢为家己祈祷较济着，为着别人祈祷较少。前一站总会有出一套册，就是祈祷的册有无共款的祈祷的项目为教会祈祷，为世界祈祷为青年祈祷。其中卖了上介好的迄本，就是叫做为家己祈祷因为大家拢爱为家己祈祷，所以这是咱的人性啦。但是保罗叫大咱讲，真正的听是无自私，因为只有无自私，只有无追求家己的利益，才会当成全听。所以咱要针对这个，甲大家做伙来分享首先，咱来做一个比较就是咱拄则有讲过，希腊文的原文中间。无求家己的利益是无追求自我，咱若相对来看，求家己的利益就是追求自我嘛。这是第一个观点。但是咱拄则所读的第二段经文中间，耶稣的教训拄仔甲即个完全倒变。耶稣讲，如果若有人要跟对我，就得放下家己舍弃自己，背起伊的十字架来跟对我。虽然看起来有一个真要紧的字叫做舍弃自己弃杀家己。咱现在迄个台语的汉语本翻译了真水，叫做看无家己咱看到
气杀家己甲追求家己，多形成一个真重要的对比。因两项有真大的无共款。第一，就是因的观点无共款。追求家己，就是用家己做中心，徛伫家己的立场看代志。气杀家己，是气杀家己的立场，徛踮伫别人的观点看代志。比如讲，追求自我的人，伊咧做任何决定、做任何代志的时阵，伊拢会想象着家己。我做这件代志对我敢有好处？我对做这件代志敢会影响我的利益？我做这件代志，我敢会有损失？好，这叫做追求自我。但是气杀家己的意思就是讲，咱无搁再用家己做生命的中心。所以台语和日本我拄则有讲过，伊翻译了讲叫做看无家己，就是咱莫去看家己的需要，莫去看家己的需要，爱看啥物货？看别人的需要，看上帝的需要。但是伫遮牧师要互大家一个清楚的概念，就是讲，其实气杀家己的人，伊毋是无立场，无家己的观点哦。伊是因为听的缘故，所以伊愿意放弃家己的观点，放弃家己的立场，先徛伫别人的观点、别人的立场来想这个代志。因为这个观点无共款，所以做法嘛无共款。追求自我满足的人，伊就是为着满足家己的需要嘛，用家己的利益做优先。但是气杀家己的人，就是愿意牺牲家己来成就上帝的旨意，来满足别人的利益。这就是表现出疼嘛。真正的疼就是愿意气杀家己的利益，替别人来想，去满足人的利益。举一个范围上介小的疼，就是牧师常常咧讲，迄个老爸老母对囡仔的疼嘛。大概咱疼囡仔的老爸老母，拢会将所有的好物拢想要留互咱的囡仔嘛。我过去讲过即个例，阮细汉的时阵，阮全家做伙食饭，老母菜煮好了，阮有三个兄妹，我是大兄，下面两个小妹所以因为我是大兄，佫是查甫的咱过去迄个社会拢是重男轻女嘛，所以所有好料拢是我，那比如讲煮一只鸡，鸡有两个鸡腿对无？所以我就食一支鸡腿，另外一支鸡腿安那分做一半，我两个小妹一人一半。老母咧，老母无爱食嘛，老母无爱食鸡腿嘛，因为鸡腿无好食嘛，若有啥物好料诶，就是分做分做一份较大份诶，互我，两份互小妹，所以我诶体重是因两个人诶2倍，就是安尼。老母呢？老母拢无爱，因为这物件老母拢无爱食。大汉了较知影讲，其实毋是无爱食啦，是毋甘食啦。家己毋甘食，来互囡仔食嘛。老母去用请包顿来物件，其实迄毋是讲剩落来物件呢，迄是老母毋甘食，摕互咱食。这就是疼嘛，就是甘愿牺牲家己的利益，去满足咱疼的人的利益嘛。所以，这就是耶稣对咱讲的，真正的疼，因为观点无共款，做法无共款，所以产生结果嘛无共款。耶稣伫遮讲，来跟对我，每一个人若有人要跟对我，就爱弃杀家己，背起伊的十字架来跟对我。而且耶稣基督讲来跟对我的意思就是讲，我就是一个弃杀家己的典范，值得咱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跟对伊。那安尼耶稣基督的典范是啥物？咱来看，咱拄则所读的第3段经文，这是咱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。我希望讲大家拢尽量会当来背起来，因为这是咱信仰的一个中心。这段经文一开始咱讲，咱爱掠耶稣基督的心做心。啥物叫做掠耶稣基督的心做心？其实用较白话的方式来讲，就是讲，咱爱掠耶稣基督做一个模范，做一个典范来学习伊。到底耶稣基督有啥物款的典范会当互咱学习？写伫这段经文的第6节到第8节，伊讲
耶稣基督原本就有上帝的本质，但是伊无滥用甲上帝同等的特权。意思讲，耶稣基督原本就是上帝，是上帝的上爱的囝，上帝的独生囝，伊甲上帝同等，但是伊无用甲上帝同等的特权。反倒当安那，伊甘愿放弃一切。伊甘愿放弃一切，台语的圣经翻译了真水，讲甘愿摒空一切，将家己所有的拢摒空，除了罗卜的形象、罗卜的本质，真做人。然后安那自甘卑微，顺服到死，而且死伫世间上界残酷的刑罚十字架顶。这就是咱耶稣基督的典范啊！就是上帝疼人到极。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予咱。咱中间有做人爸母的，咱拢真清楚。咱拢会疼咱的囡仔嘛。我有两个，上帝赏赐我两个囝。我看因咧成长的过程中，我常常咧感谢主，讲主啊，你予我遮尔好的礼物。看因咧成长的过程中，我就是尽力去照顾因、帮助因，毋茫讲因会当得到好的照顾甲保护。因若叫网啊定着，我嘛感觉艰苦。那跋倒受伤，迄个毋免讲。我的人生中间有一个遗憾，就是我的细汉后生，伊细汉时做爱看册，我若鼓励伊看册。爱看到一个程度吼，暗时啊，伫棉被内底吼，用迄手电筒伫遐看册，看到近视。为着即个代志，我感觉吼足自责的。我感觉讲，较无好好照顾这囡仔，互伊的目睭安变做近视。咱普通的人疼囝，拢会当疼到安尼。囡仔淡薄艰苦、感冒，咱拢亲像家己咧艰苦相共。但是咱对安尼来看上帝，上帝敢无疼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吗？如果今仔日有人要求讲，你爱将你的囝献出来，为正人来死，而且爱为着迄个得罪咱的人来牺牲。咱想讲，以咱软弱的人性，咱敢会安尼做？但是上帝疼咱到极，将伊的独生囝，伊所疼的囝，赏赐予咱每一个得罪伊的人，为着咱顺服到死，而且死伫世间上界残酷的十字架顶。这就是上帝的疼，伊完全无求家己的利益，甘愿弃杀家己。这就是疼极其的表现，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典范。所以，当咱讲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要跟对主的时阵，咱就爱照伊的脚链安尼来行嘛。所以，咱这段经文，大咱讲了真清楚，耶稣基督就是为着咱正罪人来死，这就是伊甘愿弃杀家己，牺牲到底。所以，亲兄弟姊妹，咱领受这款的恩典，咱应该爱来学习，爱来回应。所以，牧师有3项提醒，阁有1项祝福，咱来领受。第一项，就是伫这段经文中间，耶稣基督讲，如果若有人要跟对我，就爱弃杀家己，背起伊的十字架来跟对我。这有3项提醒，咱来看第一项。第一项就是咱来学习看无家己，弃杀家己。一个人若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回应伊的疼，咱来开始学习的第一件代志，就是咱来无求家己的利益，无搁再专注伫咱家己的需要，是将咱的注意力、将咱的焦点放伫上帝的事，放伫上帝的需要，放伫别人的需要顶面。这是咱第一项爱去突破、爱改变的。有的人讲，牧师这太困难了，咱普通人做袂到，做袂到。确实这是真困难的代志。但是咱发现历史上真侪人拢做会到，真侪跟对耶稣基督的人，拢是用伊的生命来服侍上帝。特别是咱身躯边，就真正会当感受到、会到、看会到，就是真侪宣教士来到咱台湾，伊拢有真好的典范。咱台湾人实在应该爱感谢上帝，伊所差派到咱台湾的宣教师，差不多每一个人拢是相当优秀。
拢是因的国家的精英。我常常咧想，如果这个宣教师，依照伊的才能，照上帝予伊的文书，伊伫家己的国家，一定拢会当有真有成就。伊若要趁真侪钱，因也有法度；伊若要得到真侪社会地位，因嘛有法度。但是因甘愿放弃这个，来到一个偏远的所在。咱来想讲100外当前，迄个时阵台湾甲即摆完全无共款。宣教师来离开因真舒适的生活，来到即个所在，为着要将福音传互咱，叫人配嘴烂，叫人破屎，甘愿忍受这个。这件毋是就是耶稣基督所为咱做的嘛？因就是学习耶稣基督，跟对耶稣基督的脚链，为着将福音传互台湾人。所以我常常咧想讲，我顶回还未来到教会之前，有一遍灵修会，我就甲大家讲，咱有遮尔好的典范，咱毋通做了尾仔囝，咱真正爱学习。这个宣教师亲像因咧学习耶稣基督相款。顶回陈兴兴院长来甲咱中间甲咱分享，又分享到一个伫罗东圣母病院的医生，叫做范凤荣医生。这个医生，伊是对斯洛维尼亚这个国家来到咱台湾，大概来到咱台湾的时是差不多30岁还未满30岁。伊伫台湾服侍将近40天，将近40天的时间伫遮一生来到咱台湾了，就拢无等于伊家己的国家。顶回咧分享的时阵，咱永兴院长有介绍着讲，伊有创下真侪记录。比如讲，伊伫即服侍差不多将近40天的中间，伊大概有开8万几个手术，8万几个手术。咱今日讲8万几个，可能足简单啊，大家爱知影。你若一工开6个刀手术开6个手术，爱无休困开39天。才会当开8万几个，就是讲，伊伫遮咧服侍过程中，拢毋爱休困，一工爱开6个到7个，甚至到10个的手术。伊将伊的生命完全奉献予当地病人。当伊知影伊伫故乡的老母破重病的时阵，伊伫遐挣扎讲到底敢要转去。后来伊决定无要转去，伊对迄个来讲即个消息的人讲。伊甘着目屎对伊讲，我转去嘛无路用，因为我转去嘛袂当帮助我的老母，救我的老母。但是我留踮伫遮，我一工会当救6个到7个病人。当伊接到伊老母过身的消息的时阵，迄个时阵伊咧为着一个妇人人来开甲状腺的手术。伫边仔人看到讲伊啉着。忧伤将这个手术开了，趴伫迄个手术台顶面，放声大哭，因为伊知影伊的老母逐工拢咧替伊祈祷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看见着即款的宣教师的精神，所以常常有人会问牧师讲：牧师，你安尼礼拜日早起时，讲3讲敢会忝？我拜托大家毋通阁问我，那安尼人话苦吼，见效。人是安尼咧服侍，伊一生无追求名利。伊过身了后，咱的政府有予伊一个奖，叫做医疗奉献奖。但是伊都过身了，所以无法度去领，迄是为迄届为伊无出色去领这个奖的人。但是伊过身进前，伊捌讲，伊一生拢无爱啥物奖。伊讲，当病人会当笑眯眯离开病院，这是伊一生上界大的奖赏甲安慰。伊捌做一个祈祷，伊讲我的性命是献予遮个病人，将来我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当我去到上帝遐个时阵，进前我也有缘咧服侍。上帝予伊这祈祷成全，伊一直服侍到
伊去上帝遐进前，完全无体力，抑个咧服侍，抑个咧替病人开刀。所以，咱有遮尔济、遮尔水的见证，遮尔济宣教师来到咱台湾，一服侍就是50档、60档，因将因的青春、将因的性命奉献伫即个所在，互咱明白啥物叫做无求家己的利益，啥物叫做看无家己，啥物叫做气杀家己。咱真正爱好好反省，咱到底是做偌济？第二项。当咱有即款的意识到，耶稣基督继续对咱讲，爱背起十字架，背起家己的十字架。啥物是家己的十字架？就是咱受上帝呼召的使命，咱来背起牺牲的重担。咱来知影一点，上帝伫每一个人的身躯顶，拢有互咱有使命，互咱有责任。咱无一定每一个人拢爱去做宣教师。但是上帝安排咱成做一个什么款的人，互咱什么款的职务，拢有互咱真济咱爱负的责任。当咱去思考，什么是别人的利益，什么是别人的需要的时阵，咱将别人的利益、将别人的需要当作是咱的责任的时阵，这就是生存听。牧师已经讲过几啊遍，什么叫做听？听就是伫别人的需要顶面，看见家己的责任。这个责任就是咱的十字架，咱来派起这个十字架，跟对耶稣来行。咱看见着路加福音书讲了更加彻底，因为耶稣基督这段命令中间，伊有加几字，伊讲爱逐工背起伊的十字架，这互咱一个真大的提醒。为上帝牺牲，毋是一时的，毋是一时咱突然间感动咱所做。这款的操练是持续的，咱来逐工拢背起咱的责任，为着服侍别人来活。第三项，当咱背起咱的十字架了后，咱就爱对主来行。对主来行，就是表示讲咱爱完全顺服基督，因为咱要明白咱的十字架是啥物，要知影咱的责任伫倒位，咱来。完全爱互耶稣基督来带领，跟对主就是表示咱会当明白伊互咱啥物款的使命。跟对主阁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咱会当学习伊的款式，对伊来行，不断比伊来更新激励甲改变，来活出主耶稣基督的典范。咱的生活不断跟对耶稣，伫思想、言语、行为顶面。不断顺服主耶稣基督，这就是咱受调来跟对主的责任。如果咱会当看无家己，气杀家己，背起十字架，跟对主，咱会发现咱的生命完全无共款。咱就是生存回应主耶稣基督对咱的呼召。检查伫世间人看咱诚做一个戆人，但总是，这是咱应该爱回应的一个责任。我伫我服侍过程中间，捌有一遍，有一个阿嬷来找我，这阿嬷带着忧愁来找我，伊对我讲牧师啊，你敢会当甲我的孙仔小可谈一下？我讲你的孙仔拄着啥物款的问题？伊讲伊个孙仔细汉就被送去美国，伊爸母有伊真好的教育，伊就是准备将来要，伊就已经读迄个医学院的有预科啦，就是讲先读即个预科了，将来要进入医学院较简单，已经完成即个课业。但是伊个孙仔同因讲，伊想要去中国的北京遐。做宣教师传福音，伊讲牧师啊，我的孙仔老公伊要去中国做学生工作，你过去捌做过学生工作，你敢会当来说明讲学生工作是偌尔困难做吼？你要互伊知影吼，伊要面对的状况。伊歹势老讲吼，我会当发出伊的期待讲，敢会当带伊的孙仔考劝一下，互伊
改变伊的想法。我讲安尼好无？我安排一个时间甲伊见面。看到迄囡仔吼，伊安尼人生都悬悬啊，缘投吼，啊，带着迄个真有自信的微笑吼，啊来看我。伊甲我讲，我就来问讲啊，你想要去做学生工作，你到底为虾米你会有即款的想法？伊讲感觉伊感觉上帝互伊有足侪无共款的恩赐。第一，伊讲伊细汉就去美国，所以伊晓讲英文。啊，伊会晓讲中文，啊，所以去中国传福音会当借着有即英文，会当教人英文的即个方式，会当传福音。啊，佮另外，伊讲伊做爱拍篮球的，伊讲伊会当透过拍篮球，甲别人建立关系，甲即少年人建立关系，会当将福音传互因。啊，而且伊想要去甲北京的一寡大学做即学生工作。伊咧甲我讲话的时阵吼，我会当对伊的目睭来看到迄个光彩。我看到一个领受上帝使命少年人对未来充满期待迄个光彩。迄个时阵，互我要当我要想要来讲你莫去吼，啊你爱去继续装备，无一定你若以后做医生会当服务较侪人，我对伊讲袂出喙啦。我讲安尼讲，我无事好替你祈祷，我会设法甲你阿嬷甲你妈妈讲。后来我就找即个妈妈甲阿嬷来，我来讲互伊去。因即个囡仔要成做真侪人的祝福。我讲中国未来会成做一个世界真大的国家，真强的国家。伫北京咧读大学的这学生，是影响中国未来前途的人。如果你的囡仔会当将福音传予即群人，会当改变中国的命运，会当改变世界的命运。我讲，互伊去，互伊做有意义的代志。所以后来即对伊的阿嬷甲伊的妈妈，拢祝福伊去到迄个所在。伫遐工作2冬了，后来转去到美国，继续进修读神学院。即摆已经成做一个牧者。亲爱的姊妹，我甲大家分享一个我的经历。我要甲大家讲的就是讲，当我看见一个少年人，伊真正愿意去杀咱世间人看做真宝贵的物件，背起家己的责任，跟对上帝的时阵，迄款所带来快乐，迄个影响力，是我尔大。也用伊的性命来成做真侪人的祝福。这敢是主耶稣基督呼召咱应该爱投入的代志吗？而且，咱要真实明白，伫最后，牧师要甲大家讲一个真重要的应允。咱看见着，腓立比书无写甲讲耶稣顺服到死伫十字架顶尔。伊讲，因为耶稣基督愿意降低家己，卑微顺服。甚至死伫十字架顶了，上帝就高举伊，互伊到伫至高的所在，享受迄个超越万名的名号。为着要尊重耶稣的名，天顶人间地面上所有的万米，拢爱向伊下拜，拢爱所有的喙拢爱宣认主耶稣基督是主。因为耶稣基督甘愿牺牲家己，所以上帝互伊荣耀。因为伊顺服上帝，透过受苦来完成伊的使命，派起伊的十字架来符合上帝的心意，所以上帝将伊高举，互伊得到荣耀。耶稣基督因为无求家己的利益，反得到上界大的利益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如果咱若学习耶稣基督，无求家己的利益，咱派起咱的十字架。来跟对主，我所相信，迄个荣耀公义的冠冕，将要为着你我尊老。愿上帝亲自赐福保守看顾咱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咱领受上帝的信息，主要所讲，如果有人要跟对我，爱看无家己，背起伊的十字架来跟对我。如果这段话感动你，你愿意回应主耶稣基督的话，
你当将你的手举开，我需要替你祈祷。感谢主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透过你的话来刺察阮。主，阮恳求你用你的圣神来充满阮，除去阮心中的自私，互阮愿意学习安怎无求家己的利益，为着要满足你的需要，阮愿意献出阮本心，背起阮的十字架来跟对你。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，特别伫你的面前举起手，遮的兄弟姊妹，主你亲自赐福保守看顾因，互因用因生命的服侍来满足你的心意。也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，透过你的话来得到帮助。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个三甲来吟回应的诗，307首 B，307首 B， 求主带我甲你同行，咱请起立。下面是奉献，奉献是基督徒回应上帝的听的责任啊。若是今仔日第一日啊，来到阮中间的，唔知影奉献的意义，请你免勉强来奉献。伫备奉献的代先，我要代表上人教会来欢迎今仔日第一摆来到阮中间的兄弟。伫外面若无留来宾的留名卡，请你伫座位头前有留宾的来宾的留名卡，请你填好，交阮收奉献的执事，互阮有机会通来介绍你。
亲爱的主，阮谦卑伫你面前，将你所赏赐阮的文书甲材料，特别是阮着我所趁的淡薄金钱，献伫你面前，做教会圣工的路用。安尼恳求，奉靠主耶稣名来求，阿免。请坐。下面我来报告，周报第四面，本周的特别事项，7星中会第66届第3次的会议，要定伫明仔载上午10点伫马街病院9楼第1讲堂来举行。咱的牧师团甲张宏德长老、颜主任长老、代志长老会当前往去赴会。四牧师伫7月11到15，要带学生去到宜兰的东山教会，遐办迄个宣教营的典礼活动。愿上帝看顾祝福。第2点是迄个礼拜时间甲地点的调整。咱对这个月开始，第2场甲第5场的礼拜拢合并伫主日的上午9点，伫10楼礼拜堂来举行。同日的时间，伫迄个7楼的迄个幼稚室有同步的迄个转播，即个10楼礼拜的迄个实况。第3点，集体关怀。本会会友郭灵松姊妹的老爸郭喜福兄弟，伫6月13日安息主怀，要定伫7月15，就是本周六的上午9点半。伫三角埔基督长老教会主旨有定写伫这个所在举行安息的礼拜，请兄弟关心代祷，嘛愿上帝安慰遗族。再过来第5面的装备委员会的消息，第2个消息，洗礼前自助班洗礼前自助班的上课时间是伫这礼拜六到后礼拜六，有2摆。迄个有报名的，请到时阵会当去迄个8楼北控6个教室。若有感动想要洗礼，也未报名的，请赶紧把握机会去办公室来报名。报告以上，咱请牧师来牧养代祷，甲欢迎来宾。大家平安。这个时阵我来介绍第一遍，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，遮有周淑娟女士，伫咱中间，伫后壁遐嘛，欢迎哈。佫有一位是翁玉玲小姐，伫后壁遮后壁遐正点的朋友好，其他到第一遍的，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，无介绍到。这时阵牧师来做牧养代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来到圣殿中间敬拜你，甲你亲近。阮恳求主，你保守看顾阮每一人心中充满你所授予的快乐甲平安，互阮会当伫生活中间去为你做见证，来荣光你的名。阮中间
也有肉体心神软弱的兄弟姊妹，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，将复原的力量放伫阮的中间，凡透过你的帮赞，凡得到复原的快乐，完完全全复原。阮中间也有肢体拄着亲人死失的代志，恳求主你亲自安慰因，保守看顾因，互因明白生命的意义，也得到永远的永望。我也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每一位，垂听阮每一位，伫阮用阮的生命献做活祭来荣光你。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那个做伙来念上言，上言511首，上言511首，阿乐上帝至权至尊，请起立，吟诵，说，请牧师来祝祷。愿爸囝圣神上帝赐福保守，甲看顾恁，对担直到永远无煞。阿门。默祷谢恩，享受差遣。